Hello， 歡迎收看不會寫的閩南語漢字，我是小張。我若是去買早頓，我都會跟頭家講，頭家，我要一個火腿蛋三明治。頭家就會跟我問，你要教培根無？這字教到底安怎寫？這集看完你就知。台灣教育部寫這個字，論邊教寫作安呢？你相信這是正確的字嗎？連教育部自己都不相信了，所以才寫了一個 T。如果很不幸的你相信了，不妨換個想法，聽聽小張怎麼說。小張維持一貫的風格，直接講結論。論邊教寫這個字，這個字安怎發音？在公文、集文、正文內底有記錄，愛讀作夾。小張，為什麼你讀作夾，我們都讀作夾？沒有錯啊，閩南語不是正宗的上古漢語嘛，所以不照韻書讀很正常。我們來看小張這一張表，寫在同一排的聲母都有機會可以互換，哥跟哥就寫在這裡，寫在同一排，所以 gap 讀作 gap 是合理的。那這個字除了讀作 gap， 還有其他的發音嗎？當然有，我們現在就來討論。在《說文解字》裡面寫遲也，在中古韻書裡面有記錄一個字，這個字我們大家都熟悉，讀作嘎。這字嘎有可能讀作教無？有啊，講破就是啊跟凹這兩個韻母互相轉運，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學問。那這個凹跟啊之間真的可以互相轉運嗎？真的，我們現在就來舉例說明。這個字可以讀作搞，也可以讀作嘎。這個字趕快可以讀作搞，也可以讀作嘎。那這個字可以讀作高，也可以讀作嘎。這以前我們已經講過了。那這個字可以讀作爆，也可以讀作霸。我們現在來討論今天的主角。這個字可以讀作搞，也可以讀作嘎。說穿了就是凹跟啊韻母互相轉運，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學問。現在一定會有人說，音是正確啦，但是食品用這個字合適嗎？誰說不行呢？我們來看這是什麼東西。這就是正宗的陝西特色小吃，叫做肉夾饃。人家就是寫這個字，所以我們的論邊教趕快會使寫這個字，這個字就讀作教。教培根、教火腿都用這字教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和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